第16章。我對你哋舉薦我哋嘅姊妹菲比，佢係堅格里教會中嘅女執事，請你哋為主接待佢，合乎聖徒嘅體統。佢喺乜嘢事上邊要你哋幫助，你哋就幫助佢，因為佢素來幫助咗好多人，亦都幫助咗我。問百基拉同亞居拉安，佢哋喺基督耶穌裏邊同我同工，亦都為咗我條命，將自己嘅頭置之度外。唔單止我感謝佢哋，就係外邦嘅眾教會，亦都感謝佢哋。請問喺佢哋家中嘅教會安。問我所親愛嘅以拜尼土安，佢喺亞細亞係歸基督初結嘅果子。請問馬尼亞安，佢為你哋多受勞苦。又問我嘅親屬同我一齊坐監嘅安多尼古同尤利亞古安，佢哋喺使徒中係有名望嘅，亦都比我先喺基督裏面。又問我喺主裏邊所親愛嘅暗伯利安，又問喺基督裏邊與我同工嘅以巴路，並且我所親愛嘅士大古安，又問喺基督裏邊經過試驗嘅阿比利安，問阿利加布多裏邊嘅人安，又問我嘅親屬希羅天安，問拿其數家喺主裏邊嘅人安，又問為主勞苦嘅是非拿士同土庫撒士安，問可親愛為主多受勞苦嘅比色士安，又問喺主蒙揀選嘅老夫同佢嘅母親安，佢嘅母親就係我嘅母親。又問阿信祈禱、弗勒干、克米、八羅巴、克馬同埋同佢哋喺一齊嘅弟兄們安。又問菲羅羅古同埋尤利亞、尼利亞同佢嘅姊妹，並且同埋佢哋喺一處嘅眾聖徒安。你哋嘅親嘴問安，彼此務要聖潔。基督嘅眾教會都向你哋問安。弟兄們，有啲離間你哋，叫你哋跌倒，背負所學之道嘅人，我勸你哋要留意躲避佢哋。因為咁樣嘅人唔服侍我哋嘅主基督，只服侍自己嘅肚腹，用花言巧語誘惑嗰啲老實人嘅心。你哋嘅信服已經傳於眾人，所以我為你哋歡喜。但係我願意你哋喺善上聰明，喺惡上愚拙。賜平安嘅神快要將撒旦踐踏喺你哋嘅腳下。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常同你哋同在。同我同工嘅提摩太，同埋我嘅親屬路求、耶孫、所西巴德，問你哋嘅安。我呢個代筆寫信嘅德雕喺主裏面問你哋安。嗰個接待我，亦都接待全教會嘅該猶問你哋安。城裏邊管銀庫嘅以拉都同埋兄弟括土問你哋嘅安。唯有神能照住我所傳嘅福音，同我所講嘅耶穌基督，並照永古隱藏不言嘅奧秘，堅固你哋嘅心。呢一個奧秘而家已經顯明出嚟，而且按住永生神嘅命，藉住眾先知嘅書，指示萬國嘅民，使佢哋信服真道。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於獨一全智嘅神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